到青少年出家修行，志在定慧双明。惩罚三足僧残，山林之中默契传承。不离言辞铺张，只教人守一行。乱世之后注定，天下人为太平。道心黄梅东山，煮一处清净林。不是独行山野，而是居中修行。山不再指引时，开始有僧团根基。守一不移，一行三昧入定，不散乱不驰骋，心与法界同济。东山法门起，山峰渐渐成形。不是辩论真理，这是日修行。东元61年，道心安然世纪。72在人间，法脉未曾平息。弟子弘忍成绩，东山之光更令，禅宗至此转折。